各位兄弟平安。咱这时要来练习咱早起要吟的诗歌。咱首先，咱来吟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咱请老师先简单一摆。第一集，上主做我至好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伊吹走我，我行去大家。第二节，我灵魂经营自我，带我行伊的路，我虽行过心带过，免惊心三节，虽有危险，免惊灾害，因为我主同在，定你的棍，我受保庇，眼光。我想这首咱大家拢真熟啊。好，咱过来吟第二首，圣诗364首。这首是咱要守圣餐的时阵要吟的诗。食这饼，饮这杯，咱吟2摆，来。这饼，饮这杯，就跟我的这杯重要个。吃这饼，饮这杯，胜过我的永杯水打过一摆。吃这饼。这杯就跟我的人杯共要个，吃这饼，饮这杯，胜过我的永杯水干。大家拢吟得真好，真熟好。咱今日练诗到这。请若有扎手机的人，将你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甲关起来。多谢。
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咱三甲来吟圣诗第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来学乐敬拜主，请起立。游玩徛地，一声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咱三角用启应文第11篇，诗篇32篇来启应。罪得着赦免。罪过得着撤销，上主无算伊的罪，佮心无奸诈。我若点点毋认罪，你的手绵力重重刑罚我。我有对你摆列我的罪，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
安尼，虔信的人伫通找着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你是我闪秘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我要教示你，这是你应该行的路。毋通亲像马骡无知识。害人会受真侪痛苦。义人啊，恁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三甲同心来祈祷。圣哉，圣哉，圣哉！你是堪得受尊重的大主宰，愿当同心敬拜，阮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你。你是阮的关台，阮的避难所，阁是阮的拯救。主啊，求你怜悯阮，阮要伫你的面前谦卑承认阮所有罪恶的不信。求你赦免阮的罪。洗清阮拢总的不义，将阮脱离一切歹的念头，将做你圣的囝儿，来恢复甲你合宜的关系。顶礼拜的风台对台湾造成真大的影响，伫农业的损失就3亿外，通报的灾情嘛几啊千件，600外人受伤，2个人过身。求主怜悯台湾这块土地，赐了平安甲保护，安慰伊伫遐个受灾的人，赐智慧，互执政团队有效率的帮助需要的人，互受灾的伫困难的时，也有感受到社会的疼，甲未来有盼望。真正当阮拄着歹担当的时，亲爱的主啊，求你将阮持守信心倚靠你，求你一步一步带路，保护阮赢过这一切的患难。阮的一生拢有你定着的旨意，阮要看起你伫阮生命中奇妙的作为，嘛互阮拢通成做世上的光甲盐，用公义甲慈爱来款待人，成做别人的祝福。佮见证主、荣耀主的圣名。即时，求主开拓阮的智慧，透过牧师的讲道，互阮哪明白你的心意，紧紧跟对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圣歌队要用芦苇甲灯火来带咱祈祷。
请听圣经的话，记载伫约伯记第1章第1节，甲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约伯记第1章第1节，乌斯地区摆有一个人叫做约伯，伊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第2章第1节，搁有一日，上帝的正使者来徛伫上主的面前。撒旦嘛做起来，徛伫上主的面前。上主对撒旦讲：“你去倒位？”撒旦应上主：“我伫地上4过行来行去。”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你虽然激我攻击伊，无理由毁坏伊，伊犹旧持守伊的顺全正直。”撒旦应上主，因皮换皮，人袂为着顾家己的性命，甘愿放杀伊的一切所有。毋过，你若伸手磕着伊的骨、伊的肉，伊一定会当面甲你咒诅。上主对撒旦讲：“好，伊伫你的手头，毋久就留伊的性命。”撒旦就对上主的面前出去，
攻击约伯，互伊对骹底甲头壳顶生毒疮。约伯就坐伫火炉顶，因破气会下片白身躯。伊的某对伊讲：“你要得持守你的精神吗？着救助上主、上帝去死死咧。”毋过约伯对伊讲：“你讲话亲像遐个毋知见笑的查某人，咱着对上帝得到福气，减无嘛对伊受灾祸。虽然拄着即个代志，约伯犹原无讲一句得罪上帝的话。”今仔日老牧师要分享的信息是A甲9之间。请咱同心来祈祷。主，当阮三自执来到伫你的面前，阮将阮家己完全交伫你的圣手。无论踮伫这段时间，阮是拄着艰难的事，也是拄着欢喜的事，愿你用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衬，也成做阮的鼓励，互阮踮伫每一个时刻，拢通活近你。每一个时刻，阮通得到新的气力，继续跑走头前的路站。当坐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一个礼拜是一个真特别的礼拜，对无？虽然住伫台湾，自细汉到大汉，咱会经验的风台遮尔啊济，但是从来毋捌想到会一礼拜放3天的风台假。逐工拢咧看，到底这个风台是要安怎行？伊到底是要向对？总是无任何一个人会当按算，伊到底要对行，嘛毋知影伊到底阁要伫遐停偌久。所以这是一段真艰难的过程，嘛得对咱讲，大自然的变化已经超越过咱每一个人会当按算。气候的变迁一直对咱造成真大的威胁。确实，咱活伫一个充满考验的时代。所以，踮伫这个处境下面，读到伫约伯记的时阵，咱会感觉有一款真不安的感觉。这个不安是一直咧对咱讲，面对人生的苦难，也是面对人生济无法度掌握的事的时阵，迄个无法度找到答案，是一个真互人惊吓的事。咱毋知影要如何面对生命的意外，嘛毋知影讲到底一个人拄着遮尔济的困难艰苦，伊到底要阁安怎会当继续行落去？所以咱会定定问上帝讲：上帝啊，到底为虾米？敢会当互阮一个较明确的答案无？带着即款情绪，咱进入到伫约伯，定定我咧想一个问题。如果咱若是无先知影一个会当讲是人生胜利组的约伯，你会安怎看待伊所拄着一切苦难呢？如果咱毋是先知影伊拥有遮侪物件，咱会安怎去理解约伯？因为咱理解伊已经得到济的财富财产，伊拥有了足济，佫敬畏上帝，是一个好人，所以咱才会感觉到讲。一个好人拄着灾祸，是一项互咱真生气，也感觉真不安的事。所以读约伯有当时咱是真歹会当了解到底为虾米这个人会安怎做反应。故事的开始是一个叫做约伯的人，伊敬畏上帝，是正直，伊所拥有的财富会当讲是迄个时代敢若上界好野的。生活在一个真好野的时代，当然咱会当想象伊的囝儿会安怎反应。伊的囝儿享受济荣华富贵，日日拢有济伫遐咧宴乐，亲朋好友拢会想要挖滚伊，所以逐工踮伫伊的家庭中间，咱会当想充满欢喜的声音，充满宴乐的声音。毋过，就踮伫遮尔济财富甲享受的过程中间，约伯并无互遮的物件，甲伊冲昏了头脑。
伊足清楚知影，需要我滚上帝，因为所领受的一切，拢是对上帝来的。伫即个箴言结束了后，圣经的作者随时带咱进入到伫一个法庭中间的画面。伫即个法庭中间，咱会当看到迄个法官是啥物人？法官是上帝，撒旦的。那亲像是一个检察官的角色吼，撒旦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反对的人。咱必须爱了解一项事。约伯记内面所记载的撒旦，甲现主是咱所想象的撒旦无共款。咱提到讲撒旦的时阵，咱真自然会认为讲这是魔鬼，这是歹的。但是踮伫约伯的时代中间，伫伊这个时代内面，撒旦是啥物？伊上帝遐的人，伊是一个反对上帝，一个反对者，所以真做一个检察官，伊就是咧。一定要反对讲，即马即个法官讲的，伊需要做出一个调整。所以即个上帝讲话了，伊就讲：你敢有注意我的奴仆约伯？即个世间无任何一个人比伊搁较正直，伊认真敬畏，嘛无做任何歹代志。当即个上帝安尼讲的时阵，咱想看觅，如果你是迄个反对的人，你要安怎回答？你敢袂当讲？对，伊真正是一个好人。既然伊是一个反对的人，伊就超过伊爱去挑战讲，迄是伊即马吼享受了济，伊只要面对足济破病也是失去的时阵吼，大概伊就袂安尼敬畏上帝啊。所以上帝就真正将约伯的人生交伫撒旦的手里。伊面对着原本拥有的财富，一个就失去。嘛面对着家己的囝儿，忽然间就拢无去。面对遮尔济艰苦的时阵，约伯却继续讲，这是上帝所赏赐的，上帝也甲伊收回。无论安怎，上帝的名应该爱受到称赞。约伯的告别是表明对上帝的主权，但是故事嘛无干那停伫遮。失去了财富，失去了囝儿，继续是连伊家己的健康也渐渐受到影响。面对着家己的身躯受到病痛的攻击，面对着济别人对伊的质疑，面对着甚至伊的太太嘛要质疑讲：你敢真正阁要安尼持守你的忠心吗？约伯犹原讲。上帝赏赐咱的有福气，嘛有灾祸啊！咱敢毋是就应该爱继续敬畏主吗？读到伫遮，定定咱拢无法度安怎理解约伯的心态。面对着遮尔济生命中间的失去，到底咱会当阁如何持守咱的信仰？因为咱每一个人，敢毋是拢期待讲？我的生命嘛，会当成做一个人生胜利组吗？我来敬拜上帝，成做一个基督徒，我兼毋是嘛期待讲，我所做的事会当拢顺遂，我的病痛会当得到医好，我的工作会当真正得到好的进展，咱拢有即款期待。但是读约伯的时阵，道理伫咧提醒咱歹势，咱迄个期待叫做好莱坞的电影。咱的期待是好莱坞的电影，拢是一个英雄到伫上尾啊会拍赢迄个对敌。人生并毋是安尼，人生是面对济失去、惊吓、痛苦，踮伫济失落的经验中间，犹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永远甲咱伫地。所以踮伫咱的生活中间，踮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也是咱的亲朋好友中间，咱定定会一直拄着。踮伫风台的过程，咱的家庭开始面对着咱的厝歹去啊，咱所种的拢失去啊，咱的亲人嘛有可能就安尼离开咱。咱也面对踮伫人生整个的过程中间，
咱忽然间发现咱的健康受到影响啊！咱也忽然间会发现讲，咱期待一个真完美的婚姻，忽然间也出现破碎。生命一直面对侪咱无法度掌握的，面对遮尔侪无法度掌握的时阵，咱也阁需要啥物咧？杀还是扣咧？敢若人生中间拢有一块力量，一直想要将咱杀离上帝的手，但是敢若嘛有一点，咱会发现讲，原来上帝犹原将咱扣掉，无要放散咱。毋知咱安怎看待遮个事咧？约伯互人感觉真不安，因为伊毋是遐尼完美的结局。无论伊后面得到偌济，伊头前嘛是已经先失去，啊，敢毋是？面对约伯的不安，嘛一直咧表达咱每一个人所面对的惊吓。特别当咱有当时啊，讲咱爱人传福音的时阵，咱也受到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因为咱望的是，我会当人分享信耶稣有偌好，信耶稣会当互我侪艰苦拢会当得到解决。信耶稣互我一切病痛拢会当恢复健康。信耶稣会当互我想要考试嘛会当考了真好，想要做头路会当拢顺遂。咱期待人分享讲信耶稣有偌好，不过这个好干那是信耶稣所带来的好处尔。咱干那将焦点放伫信耶稣会当得到啥物好处？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咱无遐好，咱要安怎传福音？咱都会认为讲，因为我无遐好，所以我袂当人传福音。因为我无得到遮个好处，所以感觉我就是一个心生软弱的人，我无法度人见证。咱袂记哩一项事，生命中间真正重要的是啥物人？是上帝咧掌握咱的生命。生命真正会好，是因为上帝永远存在。所以，伫传福音的时阵，咱所拄到一个上界可怕的事，就是咱一定将焦点放伫遮的好处，逼到咱毋知影安怎去面对苦难，也是望身躯边的人会当莫停伫遐的苦难中间。因为看到遮个苦难的时阵，会提醒咱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举一个例来讲，共款面对亲人死失的事，咱爱知影，咱定定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进前是安怎经过的，所以现在你嘛会当安尼。但是咱袂记哩讲，每一个人面对遮个失落是完全无共款的经验。面对病痛的时阵嘛是共款，虽然有可能是同一个镜头，但是每一个人所拄到实际的状况就是无共款。就算讲是拄到意外，咱嘛完全无法度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处境，讲都是安怎，你就会当行过。咱上大的错误是认为讲信仰是一个真简单，亲像数学咧做公式共款，只要安怎。只要敬拜上帝，只要安怎，我都会当经过。当咱咧讲传福音的时阵，真正重要的代志是，咱必须爱掠福音做中心，就是咱家己。咱的生命必须爱掠福音做中心。我靠福音来活，也我靠稳定来活。咱每一日拢需要倚靠上帝的开展。伫俄国一个出名的作家托尔斯泰，伊写一个小说，伊提到一个主角叫做伊凡。伊凡这个人是法官，伊咧做法官，毕业了后，为着伊的社会地位，一直咧拍拼。伊得到一个真悬的职位，也得到人的称赞。有一日，伊咧爬楼梯，
忽然间对楼梯顶悬跋落来，伊的腰就弄着边仔的倒角，伊感觉非常的痛，所以干那会当倒伫眠床顶。只不过是对楼梯顶悬跋落来，磕着那尔，应该袂拖伤久吧。无想到讲，几工了后，即个状况无较好，颠倒愈来愈严重。伊原本对一个互人清爽、看起来过了真好的法官，转换到伫一个真虚弱，逐工敢会当倒伫病床顶悬。伊感觉非常的野心，嘛感觉非常的软弱。愈来愈发现的事实是，朋友认为伊一定是安怎做了无好的事。朋友认为，若是甲伊瓦棍，就一定会互家己嘛过了无好。所以所有的朋友拢渐渐离开伊。伊的太太也开真侪钱，请医生来看伊的病。但是无论安怎，伊的病拢无法度有得到好转，就安尼活伫痛苦的中间，充满济济的怨妒。到底伊的性命，伊伫咧问，到底为虾米我会拄着遮个事？这个作者继续写，伤害伊上介深的是虾米？其实是欺骗甲白贼。周围的人拢敢若会对伊讲：只要你好好啊，甲你的病看好，你一定会好起来。却无任何一个人愿意去面对，伊其实离死亡愈来愈近啊！伊活伫一个真大的惊吓中间。到伫上尾啊，这个人心内底所渴慕的，只不过是有人会当同情伊，有人会当甲伊讲话，真正了解伊咧想啥物。面对着生命上大失去的时阵，伊真正要渴慕的，就是边仔的人愿意怜悯伊，愿意安慰伊。伫咱济人受苦的经验中间，咱所要爱的到底是啥物？其实毋是问题的答案，是有人会当陪伫你的身躯边，对你讲：我踮伫遮。读约伯的时，咱会发现，无论后壁的故事经过偌济对话，真正甲伊同在的人是啥物人？是上帝的气力，是上帝的气力，永远围绕踮伫伊的身躯边，带伊继续阁向前。有一个古早是基督徒，后来伊家己宣称讲，已经离开信仰、离开教会的人，问伊的牧师一个问题。伊讲：牧师啊，明明这个世界有真侪苦难拢无答案。明明你嘛家己踮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拄着侪侪苦难，拄着侪侪质疑，拄着侪侪攻击，无互别人所理解。无论安怎看起来，上帝敢若拢无啥物效果。为虾米你犹愿意安尼继续落去？为虾米你还阁愿意继续活出一个互人感觉值得尊敬的生命？拄着这个问题的时阵，这个牧师伊想的，到底要安怎回答？最后伊讲的是：我敢会当讲我无答案？这个牧师应答的时阵讲：我敢会当讲我毋知啊？可能是踮伫我人生上界软弱的时阵，听到上帝的声音，也可能是每一摆。当我踮伫服侍的过程中间，拄着困难的时阵，有缘得到人的鼓励，互我感受到这份信仰带互我喜乐。嘛，可能就是踮伫这点，就在伫你问我遮的，我嘛毋知要安怎回答问题的时阵，我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是，咱逐个人并无答案，咱逐个人拢期待讲，敢会当
人生拢是胜利组，但是事实就是，人生拢无伫咱逐个人的手里。是欢喜，是艰苦，是杀，也是求，但拢点伫约伯甲上帝互动，也是讲摔跤的关系中间，看到咱家己的故事，也看到咱生命的远望。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当我感觉人生胜利，真侪声音围擂伫我的身躯边讲：“来啊，享受吧，啉食吧，狂欢吧。”我敢若会当抓感谢做者。当我感觉人生真苦，这声音犹原存在。去吧，放弃吧，莫怨吧，责怪吧。我无做声，静默无讲话。胜利甲苦闷，杀甲求，无有答案。我安静，我思想，是放手，是倚靠，只有你，只有你，永远存在。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面对着人生济找无答案的苦难中间，只有你永远存在。伫阮的人生，阮无法度靠着家己的智慧，也是家己的气力去掌握济的时阵，也只有你是阮生命的主宰。愿你搁一摆鼓励阮，帮助阮。互阮无论现主时，阮的生命拄着甚物款的艰苦甲破碎，你拢犹原找肯每一位兄弟姊妹围擂踮伫阮的身躯边，互阮成做彼此扶持的同伴，互阮会当成做跑走踮伫上帝道路顶悬的朋友。愿主对阮讲话，因为阮知。耶稣，你听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踮伫今仔日，咱要特别为着一个青年踮伫遮来行洗礼，主要是伊踮伫顶摆咱要受洗的时阵，都已经有报名，嘛已经拢上了咱所有洗礼的课程。不过因为伊踮伫金门咧做兵，是职业军人，所以伊逐个月敢若有一个时间会当转来。到伫台湾，所以拄好踮伫拜五的暗时，咱的事业探访的团队去甲伊对话，嘛问伊讲，所以即礼拜你有伫个无？伊讲伊拄好即礼拜踮伫台湾，也因为风台，所以加放一天。所以我随甲小会讨论讲，无咱就今仔日拄好要受圣餐，直接替伊来行洗礼，无咱嘛毋知影。后厝咱要行洗礼的时阵，到底伊的教会当符合，所以要邀请杜宇翔来徛伫头前。邀请杜宇翔，你要领受洗礼，你着踮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问你的问题。杜宇翔。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真正是滚一头。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
我即时来宣告，请大家做伙起立。陆玉祥，你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受洗，我赶考到回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东门北克的纪念小会的权柄，接纳你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阿门。大家请坐，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主美的上帝，愿感谢你遮尔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踮伫余上的生命中间，日日坚固伊，用圣神围雷保护伊，互伊通结连踮伫主基督，通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互伊拄着试探的时，会当得到新的气力，赢过济的试探，互伊会当真正信仰好的真正。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厅内面，通一世人服侍你。主上帝，求你也互阮通过这个圣礼典，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路，你教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会当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于你，对答了后，成做你尽量的路步。愿你祝福踮伫余上，也保护伊。互伊无论踮伫什么所在，主你永远成做伊生命的主宰。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请咱的小会员做伙来接纳。请咱的小会员跟咱的义务长老来接纳。我来颁发证书。社青要送礼，对不对？先控管一下，介绍一个，这杜宇翔。杜宇翔伊即摆踮伫金门咧做职业军人，是进前来教会参加童军的活动。伊讲伊进前踮伫咧读空军技术学院的时阵，捌有老师甲伊传福音，嘛互伊踮伫团契中间。但是因为 COVID-19 后来拢无去联络。到伫咱应该旧年吧，旧年咧办童军活动的时阵，来到伫教会中间，伊就忽然间感觉讲，这就是伊的教会。伊看伫玉龙路遐，离咱足近的吼，所以继续替伊祈祷，因为伊一个月敢若差不多6天还是7天会踮伫台湾，其他拢踮伫金门，所以今仔日咱嘛透过这个机会，特别为着伊来行洗礼，咱做伙拍鼓啊！后边咱要同齐来领受圣餐，请咱同齐来吟圣诗364首，食这饼，饮这杯。Yeah.
来三甲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人归依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见人着我担重担的，着就问我要互恁安息。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位礼，请咱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年有提饼祝谢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正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伊也烘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记若恁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的迄年有提饼祝谢，所以现在咱也遵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请咱来祈祷。主，愿遵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了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愿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馆。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对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赞，通正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生长伫你的恩典中，荣耀你的圣名。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的小会员来旁边。
这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伊也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请咱小伙伴来捧杯。这个杯是新约，伫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伊若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同齐来领受。恁逐摆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
主要所记录的平安甲万三之内，请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恩典。当阮搁一摆领受圣餐的时，求你用你的圣神进入阮逐人的心，互阮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拢清楚知影，是你踮伫是一个顶悬所流出的宝血，通洗清阮一切的罪，也阮通甲你结连，踮伫你内面。主用你的疼慰慰阮，永远甲阮同在，互阮通领受踏入新的活命，来荣光上帝你的名。当坐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备班，感谢，请上衣来合来带咱祷告。今仔日上年大学要献的诗是最济全海清。
咱三甲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请坐，咱来看教会消息的报告。咱拜三圣经学堂的进度要进入到士书记22章第8节到15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咱来看咱小会公告，咱已经踮伫9月初8以及9月29有召开2摆临时会员好会，来选出咱新任的长老甲执事名单。照安尼，踮伫咱州部顶悬减一个庄少宇吼，歹势。州部顶悬差一个，所以少宇莫了准伊无对。好所以这16位，咱会踮伫11月24迄天，港运节迄天，甲团契会长做伙来举行咱中职的就任吼。咱来看其他消息的报告。咱也踮伫今仔日第1堂甲第2堂礼拜中间要同齐来守圣餐，踮伫第2堂礼拜后，咱要召开小会，请咱的小会员以及咱新任的长老会当做伙出席来参加。第2项，咱也今仔日也欢迎咱台中中会坛子教会因野外礼拜来到伫咱中间，互咱请坛子教会咱牧师啊所有兄弟姊妹做伙徛起来，互咱欢迎因，好无？好，请坐。好，过来第3，咱即礼拜4是双十节，所以咱办公室会休假1天吼。过来第4项，咱后主日是
疼到敬到疼佑联合礼拜吼。所以邀请李荣主日学来参与踮伫咱教会主日礼拜的服侍，所以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所以请咱会记哩这项事。搁来咱会准备一份礼物，互咱70岁顶以上的咱的成人会员所以嘛祝福咱大家会当敬老节快乐。所以后礼拜咱请咱会当做伙来提醒。好，搁来咱对10月15开始到12月初3，咱这一期的迄个熟龄健身课，欢迎咱会当想要参加搁会当报名吼，搁有名额，欢迎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好，搁来10月20了后，咱第2堂礼拜后，咱会举办中级训练。咱中级训练这边要邀请圣经学院黄介明院长来到伫咱中间，真做咱的讲师请咱特别请咱新进的中级会当来参与吼。所以咱的地点是对面松大教室，10月20。过来咱今仔日是台中来台南野外礼拜，咱月底嘛是咱台南去台中野外礼拜。咱野外礼拜10月27，咱要踮伫东海大学吼，所以会记哩报名到后主日截止吼，请咱会当赶紧来报名，咱会踮伫迄个路思义拜堂中间来做礼拜，所以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咱都会当做伙来参与吼。报名到后礼拜，所以请咱大家会记哩吼。好，我着做以上遮的报告。咱斗阵来读今仔日的本周金句。我先读一遍，大家才斗阵读2遍，拢有2页吼。来，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你虽然叫我攻击伊。”无理由毁坏伊，伊要顾持守伊的顺全正直。好，咱斗阵来读第1页吼，头一页来。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伊虽然叫我攻击伊，无理由毁坏伊，伊要顾持守伊的顺全正直。”约伯记2章3节，搁一摆哦，来，上主对撒旦讲：“你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无？世间无人亲像伊遐尼顺全正直。敬畏上帝，无做歹代。你虽然叫我攻击伊，无理由毁坏伊，要顾持守伊的顺全正直。约伯记2章3节。咱来吟祝福册肯的诗，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应验你心内。主的行为是客，当你行动善。愿主见降变就。主名
会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得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